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约伯记39章13节到25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赐。很多的牧者喜欢教导信徒求就给你，但圣经的教导正是如此吗？是的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，耶稣基督确实教导过求就给你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但这不是一个普遍应用在每一个地方的事情，因为就如同我们昨天谈到的圣灵的恩赐一样，我们都有能力的限制，若不是因为上帝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约伯记39章13节到25节，上帝就向约伯提出了这个的问题。鸵鸟古意振翅，但是它不能像白鹳一样的飞翔。鸵鸟下蛋在地上，使得蛋得到土地的热气的温暖。它不晓得可能会被脚踩碎，或者野兽踏破了。它带雏儿好像不是自己所生的，也不关心自己的辛劳是否突然。因为我使他无知，没有将悟性赐给他。可是他一奔跑起来，就要嗤笑快马和骑士了。约伯啊，是你使这马这样健壮的吗？是你给了他那飘动的鬃毛吗？是你使他像蝗虫跳跃，使他们藏私令人恐惧吗？他们兴高采烈的在山谷中烧地，他们威武的奔入战阵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惊慌，刀剑也不能使他们退却。骑士所佩戴的武器叮当作响，矛和标枪在日光中闪耀，战马震动激动，向前奔驰，号角一响，他们就不肯停止。每逢听到号角声，他们就扬声喷气。他们能够从远处嗅到战斗的气息，也能够听到军官喊出的号令。我们再一次提到的恩赐，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到，恩赐呢有很多种，所以千万不要想说，哎呦，别人有我也想要有啊。上帝给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但都来自同一位圣灵的赏赐。恩赐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的意思是礼物。礼物呢，就是某个人预备了一个东西要送给某个人，通常是惊喜的、不预期的，而且是赠送者主动的。更明白的说，要来的就不是礼物了。当时候使徒们领受了圣灵的充满，是主耶稣基督的主动应许，是上帝的主动赏赐。使徒们也不晓得他们能够得到语言的能力这个恩赐，或是传福音的恩赐，但圣灵的恩赐就这样的赐给了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与各国的人们来见证复活的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3节，他这样说道：恩赐有很多种，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；侍奉有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主所赐；工作有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个人工作的能力。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所彰显的也都不相同。圣灵把智慧的信息赐给一个人，同一位圣灵把知识的信息赐给另外一个人。同一位圣灵把信心赐给一个人，把治病的能力赐给另外一个人。
圣灵赐给这个人行神迹的能力，给那个人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，给某个人有辨别诸灵的能力，给另外一个人有讲灵语的能力，又给另外一个人有解释灵语的能力。可是这一切都是从同一位唯一的圣灵来的，按照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给了每一个人。基督就像一个身体，有许多的肢体，虽然身体有许多的肢体，到底还是一个身体。同样的，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做奴役的或是自由的，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并且共享这一位圣灵。收到礼物的人就要能够表达感谢，要能够好好的运用上帝所赐的这个礼物，好好的服侍上帝的教会。诗篇29篇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，他的声音响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迪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的圣殿里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谢谢上帝赐给我们恩赐的礼物，让我们在世上因为领受了恩赐，能够来跟随主，服侍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